台积电今日伫咧美国亚利桑那州办移机典礼，美国总统拜登亲身参加致辞，把美国的制造业转来啊。美国乔治亚州第2轮选举由民主党的参议员连任，民主党伫咧参议院保持上大党的地位。阿根廷的副总统 Cristina Fernandez 红判贪污罪，判6年。当事人讲家己是司法误导受害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一则消息，带大家来看会影响咱台湾，甚至是全世界未来发展的台积电美国厂的消息。今日头早4点半，台积电伫咧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移机典礼。台积电目前锁过美国的技术是做5奈米的晶片，美国是按算把技术继续推进到4奈米，2024年开始生产。另外，台积电答应要起新的厂房，这个新厂房未来是要生产更较先进的3奈米晶片。预计明年动工，2026年开始生产。到时阵，这2间厂房的目标是1个月生产5万片的晶片。今日的移机典礼是有济重要的人物参加，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台积电的总裁魏德嘉、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甲苹果的执行长库克拢伫咧现场。美国总统拜登嘛亲身致辞，讲美国的制造业转来啊。美国强调讲，甲台积电引进美国，等于是甲供应链刷转美国，会改变产业的游戏规则，创造就业的工作机会。American manufacturing is back. 这回大家拢互伊留一个呼声。美国总统拜登台湾时间7日透早参加台积电新厂的移机典礼，伫董事长刘德音的陪同之下，参观新起的厂房，佮发表演讲。伊学到台积电为美国制造业贡献真侪就业机会。TSMC is investing $40 billion here in Arizona, the larges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is state. Over 10,000 construction jobs. And 10,000 high-tech jobs will be created.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in this company for making this happen. 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地点就选伫亚利桑那州，投资金额为原本的110亿美金，宣布增加到400亿美金。除了第一阶段的5奈米制程会推进到4奈米制程，也承诺第2期工程要伫当地打造3奈米制程的晶圆厂，按算2016年投入生产，会加做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这场活动大人物拢来啊，也透露出美国希望降低挖靠亚洲制作晶片，可能改变未来全球布局。台积电有个2期工程完工了后，总共年产超过60万片晶圆，终端产品市场价值有个超过400亿美金。记者综合报道。自从台积电宣布伫咧美国设厂了后，一人上界关心的就是咱台湾的竞争力敢会受到影响。咱头拄则讲到，美国目前发展的是5奈米的晶片，预计2026年会发展到3奈米。不过，根据经济部的资料，咱台湾即阵是已经在生产3奈米的晶片，领先美国至少4年。佮较先进的2奈米甲1奈米是分别已经开始整地准备起厂房甲规划。经济部这份资料，就是要证明上新的技术优源留伫咧咱台湾，咱的价值优源关在。除了技术的部分，若是对产量来看，同款是经济部的资料。美国的目标是1个月生产2万片的晶片，咱台湾1个月就是219万片的晶片，占全世界产量8成4。台积电的总裁魏德嘉针对美国厂影响台湾价值的议题，伊是应一句讲门都没有，免小想的意思。魏德嘉强调，咱台湾拍拼30外冬，哪有可能安尼就去互拍倒去？驻美的代表萧美琴嘛表示，台积电变做美积电根本就无合理，因为台积电定经伫咧台湾。Dr. Morris Chen, you have a dream. I'm the guy to make the dream come true. I need to work very hard. 笑讲是美梦成真，这个台积电成功去亚利桑那州设厂，台积電創辦人張忠謀受到永年伫奧勒岡設廠所成做伊的惡夢，今嘛這個夢想經過25年了後，由董事長劉德音來完成。Not only that, we did learn from our experience earlier, and we are far more prepared now. It's a very good sign. 不過，台積電台美合作嘛引起質疑的聲音，煩惱韓國生產消息，
或者是亚康台湾半导体。台积电总裁魏德嘉顶一日头一届回应，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台积电无可能去用拍倒。台美商会会长韩如标嘛认为讲，让台湾人民放心，确保台美经贸发展同款顺利，是美国政府重点的工作。So any concern that might hollow out is a legitimate concern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It is incumbent 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oth to welcome U.S. investment, Taiwan investment in the U.S., such as the TSMC plant. 没有所谓的这个台积电去台化的问题，台湾的厂也会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厂，所以请大家放心。国发会主委蒋明鑫表示，去台化是错误的想法，因为互相合作会当打造全世界上介好的供应链。专家嘛分析，台湾的优势要是存在，关键就是信任。因为技术各国都慢慢会赶上，但是这种就是科技安全的信任，我想是最为关键的。同款有参加典礼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嘛伫人并册铺文表示，有人讲台积电会变做美积电，这个形容无下逻辑，因为台积电持续投资台湾，定紧伫台湾早就是事实啦。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为着追究中国伫咧新疆、西藏、内蒙古自治区侵害人权的行为，超过100个日本议员签名成立下党派联盟，要甲海外的人权团体合作，要求中国改善自治区的人权状况。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战略中心所长表示，认为中国会当斗3天要求北韩放弃核武器的想法太过天真。美国学者嘛强调讲，韩美日应该缩小对中国和台湾问题的认知差距。英国 Times 报道，为了抗议薪水太过低，英国护理师工会确定12月2日全国大罢工。到时阵，病院的急诊只有收有性命危险的重大病患。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第2轮投票由民主党连任成功，民主党伫咧参议院争做上大党。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前总统 Trump 的家族企业 Trump 集团甲 Trump 新竹公司涉嫌长期偷走税，纽约陪审团裁定税务诈欺罪成立，对 Trump 的总统大位来竞选绝对有真大影响。摩洛哥昨天赢强队西班牙，毋但是队史上好成绩，嘛赢做世界杯晋级8强阿拉伯第一个足球队。摩洛哥的球迷是欢喜甲伫咧路边开 party 庆祝，也若是输球的西班牙球迷是郁卒离开现场。还阁有啥物代志比赢球更较欢喜？这一届世界骹球比赛乌马摩洛哥，阁创下惊人的纪录。切拉甲西班牙激烈对战2点钟了后，伫12码球的 PK 战，以3分比0分拍赢无敌蓝队，成做头一支伫咧世界杯踏入去8强的阿拉伯球队，嘛是第4支入去8强的非洲球队。والله انه نحن كثير فرحانين بهالفرح هذا شعوري ما بيوصف يعني تعذبنا عشان ناخذ تيكت البارح بس في الاخير الفريق الوحيد العربي ونحن الفريق الوحيد العربي اللي وصل لهالمرحله 摩洛哥创下纪录，球迷是欢喜甲不晓讲。那伫咧卡达比赛场馆附近欢喜甲伫遐喝休，各地球迷嘛出来行路，做伙伫遐庆祝。毋过有部分的球迷是欢喜了伤过头，行为煞失控。伫咧比利时甲荷兰，拢有人向警方弹炮啊，尾仔伫咧防暴警察，伫用催泪弹甲水炮车驱赶之下，才停止这场闹剧。比较之下，西班牙球迷会当讲是要哭无目屎。Parece muy decepcionante, la verdad. Habiendo empezado el mundial con un 7-0 y ser incapaces de marcar un gol con 1000 pases, me parece incapaz. 全体大家拢认为真有赢面的西班牙。因的球迷对结果是真好接受，阁失望。不过嘛，讲摩洛哥的表现实在是真好。也若伫另外一场比赛，葡萄牙是以6分比1分踢赢瑞士队。É jogo maravilhoso, o que é que uma pessoa pode dizer de mais? É muito maravilhoso. 6-1, eles hoje estavam em forma, jogaram bem. 经过16年，葡萄牙搁一届晋级8强，球迷感觉拢真欢喜。不过嘛，希望球星 C 罗上场的时间会当搁较济。这届瑞士输甲真吃力，民众嘛感觉真无奈。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ed in this team because they were very well organized. The organization was very well, and now today they played like juniors. I'm really sad. 瑞士输去了后，世界骹球比赛8强嘛正式决定啊。接落来摩洛哥会伫咧半准决赛对战葡萄牙，要来抢前4名。
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两站国际政治消息，美国其中选举乔治亚的参议员第2轮的选举结果已经出来啊，是由民主党的参议员华诺克连任。民主党伫咧参议院51席保住上大党的地位。交伫亚洲的参议员决选确定啊！民主党籍的华诺克以51%的得票率，险险啊赢共和党籍华克的48%，连任成功，支持者嘛欢喜甲。Stand up for workers, to stand up for women, to stand up for our children. I'm ready to build a stronger Georgia. God bless you. 党华克讲，伊的胜利代表选民的声音，无法度搁互选举规则阻挡，也是压制。嘛，重新对降低错方药价、女权和司法改革的承诺。拜登总统是敲电话恭喜，讲这是反对 NAGA Trump 极端主义政策的胜利。即么参议院的民主党对共和党的优势是拖甲51席对49席，免像顶一届55%的时阵，爱和共和党的权力分享，也是受中间派的议员牵制，嘛较无需要靠副总统兼议长贺锦丽的一票，才会当赢，会当较紧通过政策，也是讲拜登提名的自由派大法官和政府官员。虽然讲共和党摕到众议院多数，嘛敢若赢淡薄仔尔。拜登总统剩的任期，要敢若互共和党凊彩调查变作败卡。交伫亚洲本地长期拢支持共和党，最近几当时出现互拍破的现象。2020拜登比做30当来，第一个伫咧交伫亚洲赢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即摆参议院的2席嘛是民主党赢。公司新闻词汇中编译。阿根廷的副总统 Cristina Fernandez 涉嫌非法发包工程，去互起诉，将法院是判贪污罪成立，爱关6档。这是阿根廷有史以来头一届有现任的副总统去互判刑。当事人 Cristina 是否认犯罪，强调家己是司法误导的受害者。阿根廷联邦法院3名法官初六宣布，69岁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南德兹在2007年到2015年做总统的8年期间，涉嫌非法发包公用工程、贪污的罪名成立，判处6年的监禁，并且夺去公权终身。消息揭出，克里斯蒂娜经由官方的 YouTube 频道公开了否认，反抗法院宣判是为了阻止伊再来竞选总统。Me condenan porque condenan un modelo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de reconocimiento de los derechos del pueblo. 根据起诉书所写的，克里斯蒂娜做总统时阵，甲公用工程发包予熟悉人，并且收取这个回扣。这涉嫌的建商甲7名关系人也被判处6年不定的徒刑。检方指出，克里斯蒂娜独立包厢的金额大约合大票310亿。涉嫌贪污的规模，因讲是阿根廷史上上多，而且真侪工程案到即阵拢也未完工。尽管安尼，克里斯蒂娜依然拥有广大民意的基础。8月检方宣布求刑12年时，支持者连续几若天行上街路来抗议，克里斯蒂娜更加差点遭到枪击。宣布迄天，群众也集合在法院外口，大话司法企图制造政变，警方是大规模来戒备。Es un paso más del golpismo institucional que hoy está soportando la Argentina. 新兼现任副总统甲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和克里斯蒂娜享有司法的豁免权。消息指出，伊会提出上诉到最高法院，整个过程有计要至少6年时间。政治分析家有测，克里斯蒂娜应该是被立国来服刑。另外，判决的结果是不是为伊的政治前途造成变数，也有待观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自从战争开始9个月以来，战场拢伫咧乌克兰境内。不过这2天，罗西亚是讲因的空军基地去互无人机空袭，讲是乌克兰做的，乌克兰无承认。针对这项争议，美国是强调讲无鼓励乌克兰下过境攻击。另外，伫咧联合国的安理会，罗西亚甲乌克兰到即阵还是咧相骂，讲对方无诚意谈判。这和平谈判伫咧短时间内恐惊也是无望。为车相片面顶会当看到空军基地地面有受到攻击的痕迹。俄罗斯的恩格斯甲加吉列沃空军基地车5号无人机攻击，车6库斯克机场的旅游设施嘛互攻击发生火灾，最后造成至少3名俄军死亡，4人受伤，各有2架军机毁损。俄罗斯讲这是乌克兰做的，总统普廷佮召开紧急会议来应对。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只有支援防卫能力，并无想要升级双方的冲突。
伫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嘛强调，无鼓励乌克兰越界去做攻击。We are not enabling Ukraine to strike beyond its borders. We are not encouraging Ukraine to strike beyond its borders. Everything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 world is doing to support Ukraine is in support of Ukraine's independence, its sovereignty,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因为俄乌战争超过9个月，最近核弹的问题又搁互提起。俄罗斯甲乌克兰煞伫个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人道主义议题时阵，搁开始互相批评。俄罗斯讲是美国甲乌克兰要继续战争无核弹的诚意，乌克兰就口说讲是做贼的花俩贼。It is our territory that has been invaded. It is our people that are being killed. It's our homes that are being destroyed and robbed by the Russian army. Please keep this in mind every time Moscow attempts to wear sheep's clothing and to persuade us that it is not the aggressor, but the victim who resists peace efforts. 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捌伫七时宣布，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攻击型无人机已经进入最后的研发阶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表态，要阻止乌克兰家己提升国防能力，互因家己有稳定攻击武器。公司新闻台上朋友。咧讲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的时阵，讲到百姓多数拢是讨论乌克兰人的困境。今日是带大家来看罗西亚百姓的状况。罗西亚国内是有侪民众是反对战争的，讨厌因的总统普丁的行为。欧洲的塞尔维亚历史甲文化甲罗西亚真相像，就定做罗西亚人要移民上好选择。这阵移民即马是咧学习新的语言，适应当地生活。而且因为脱离政府的威胁，有人是开始发起反战的活动，也抗普丁政权恶质的情绪。伫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的这间公寓内面，一群罗西亚的囡仔当地对老师学塞尔维亚的语言，因拢是今年2月了后，对爸爸妈妈为罗西亚移民到塞尔维亚来的。Može i šta ti najviše voliš, a kako kažem zdi? Ja volim klimu. Klimu, sviđa mi se klima. 今年2月，罗西亚攻打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了后，就罗西亚人赶紧保护啊款的，连夜走去其他的国家。其中塞尔维亚是真侪罗西亚人第一个选择的国家，因为塞尔维亚甲罗西亚拢是斯拉夫民族，同款信仰东正教。对罗西亚人来讲，移民到塞尔维亚，伫文化上较袂有适应的困难。再加上塞尔维亚甲其他欧洲国家无同，因真欢迎罗西亚人，所以根据统计，战争爆发到今，移民到塞尔维亚的罗西亚人已经超过10万人啊。24 февраля все изменилось, и наш мир перевернулся, конечно, не так, как мир перевернулся у тех, к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является пострадавшей стороной во всем этом, но наш мир перевернулся, он разбился. 这选择要离开故乡，移民到塞尔维亚的罗西亚人，大部分拢非常反对战争，嘛非常反对罗西亚总统普丁。但是因移民到塞尔维亚了后，却感觉有淡薄仔解忧。因为因发现有袂少塞尔维亚人其实是真支持普丁的，甚至佫有极右派的人去参加罗西亚的军队战死伫乌克兰，去互当作是英雄。Что многие сербы одурачены как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ак и серб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ой, и они не совсем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как происходит. 这移民到塞尔维亚的罗西亚人，一方面想办法，互家己甲囡仔会当赶紧融入去当地的社会。另外一方面，伊嘛开始组织社团，伫人身安全已经袂阁受到罗西亚政府威胁的情形下，因要伫塞尔维亚举办一寡反战的活动，互塞尔维亚民众了解普丁政权恶质的真面目。记者甘延恩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